台语散文囝生芳，作者高家辉，笔名林成。我是一只囝生芳，上爱找家纸，也是伫拄来做我会当寄生的身躯。我的身躯的色水真水，若像五彩色。我住伫足热贴的所在，有一个泰国金三角的位，是我的厝。科学家毋惊死，入来我住的厝录影甲参观。伊看到我用毒药插家纸的身躯，家纸若像有魂无体，乖乖听我的话，缀我入来我的厝。我的囝生伫内底，等我大汉了，会对伊的身体脱离。伊迄时就会随死去。伊就诚做我的养分，因为伊会当15天拢毋免食物件，对我来讲是一个营养品。爱说离我后，因为通拖会变做我的目标。有一个，目前我还袂去救人类，这恁会当安心。若是恁无珍惜地球，无着壳，我会来找恁哦。希望人类爱好啊，爱护自然环境。多谢大家。